伊的快乐和一般的人的快乐无共。咱一般的人快乐，我去对算哦，算甲足快乐哦。咱老子是毋免算就快乐啊，咱拢爱去算甲会快乐。啊，若无拢讲吼，足无聊，到遮规工吼，第二只足无聊。为虾米咱会讲足无聊？啊，去外口唠唠的吼，较快乐。啊，心中无倒啊，老倒的人伊才会无聊。哦，较早阮爸爸吼，伊规工坐伫厝，伊毋捌咧讲无聊。我伫即世人内底毋捌听过咧讲无聊。较早若身体较好吼，啊，着去到底啊，着大人讲道理安尼。哦，伊若是足夜骹，夜骹咱知影意思啦吼。迄两支骹吼，有当做啊抓袂安尼就对啊。较老的时阵较无法度行吼，因点点坐伫安尼，毋捌听伊咧讲无聊。今仔坐伫客厅坐的就是一半。哦，啊伊咧想啥当然互我毋知，但是伊袂讲无聊。啊有人来讲挂道理，啊无人来，坐坐来伊就去楼顶去困啊。啊毋捌咧听伊讲无聊。咱是人心毋通讲啊足无聊，我爱来找快乐啊！你看对一件偌快乐，你看心拢去向我，啊免那有想。你像咱今仔日的快乐，就该借外口，甲有法度快乐，安尼咱免做家己的主人。哦，咱讲三宝离内心的，你的宝若摕有着吼，上介重要。咱的宝若无法度去用吼，做一件是宝，咱若想做一件是宝，佮较好嘅人就有共款。哦，佮较万事如意的人就烦恼。拢互你拢无代志，万事如意，你哪会生烦恼？互我无听，咱家己想看觅。今仔我拢无代志，啊，亲友拢无啥物代志，你会烦恼袂？对，无聊，安尼就对啦。我真无聊，我无找我工课来做，我真无聊，我无出来吼来坐条百货公司，哦，无出来外口行行的。人吼拢爱借外口，可怜。咱无法度做家己的主人。是应该习惯这个心走会出来。你发心有出来，你心有出来了，你心会静，心静了，迄拢不管哪能拢好啊。有代志也好，无代志也好啦。啊，好听也好，歹听也好啦。啊，顺也好，逆也好啊。这就是咱后上咧讲的心正中间中正，不偏左不偏右。那若讲咱很多浅显也有这种情况的吼。真正咧发心的时阵，无钱啊，伊会欢喜。我老迄个无钱会欢喜，因为伊有得人收得了。啊，剩偌济无钱无要紧啦。真正你要看这个异性内底伊的功用偌大，所以咱大家爱培养这点神经，爱有培养这点神经，咱人才会解脱。有免哪解脱？你要借上面互咱解脱，你借外口的物件无一项会可进。哦，你借上面人，借上面代志，借啥拢无一项会可你家己。这叫咱讲三宝，真正的宝伫遮。咱上天足公平，老母娘互咱大家一个宝，结果看咱国民第一。有的人用会出来，讲哦得太好，伊人生解脱；我用袂出来，规工了伫遐烦恼沉落来，假如梦想，可怜。平平一个道理，咱人的心，逐个拢平等的，无人无一个较假，无一个较强。有的用假足好，啊有用假乱七八糟，啊要怪啥？怪讲上天无慈悲啊吼，啊迄个拢无甲我保庇。咱看咱有心无？天足公平的，叫做天公，这咱袂使怀疑呢。咱若感觉讲伊较有保庇，我较无保庇，咱无怨咱上天的，咱着怨咱家己，我想无够，怨咱我家己业重。上天无迄落互无公平啦，绝对无可能啦，百分之100无可能讲上天无公平，讲啊对伊较好，对伊较歹嘛无可能。咱若较歹就是歹的原因，伊较好就是好的原因，因为天公上公平。这叫做异性了解心境，所以讲这个异性，咱来看外啊面啊重要。为虾米太讲宝？你个用会出来，伊会感动天地，所以就来咱来看，为虾米讲爱发愿？哦，青草愿啊，迄个果果愿、新春愿、啥物愿？话人讲话，互较捌听过啦，讲啊，逐年都入要入到变形式的，你也想讲是形式的？互较认的在个人啊，一个班足平等的，就是即个班，安尼。啊，只有讲你要有即个班有结实无是看个人的，含即个班毋是讲看你即个班的是个人的。我足真心去入即个班，我真正有下愿，安尼即个班有结实呢。我若要当做讲吼形式的，当然就是形式的。啥物人去决定？是咱咧决定的，即个班咧决定的。哦，咱经营慈悲，逐咱入即个班，互咱师尊师傅足慈悲，互咱会当有参考法，较要愿。迄个愿就是要互咱开迄个真诚的，你看有入愿甲无入愿差毋多。
袂讲，我拢共阮食菜啊，啊我嘛无食草，啊你嘛食菜，我嘛食菜，差你讲你是讲我无离原，有差呢。你看迄个原理，迄厉害是迄个原呢，真正厉害是迄个原呢。你个原有入菜讲好，我对今仔开始绝对吼无要食草，无论安那佫拄着生命危险，吼讲较歹听，讲伊病到要死啊，人医生讲爱着爱食啥物控鲈鱼，控啥物迄个麻油鸡，我昨晚死我就毋食，我要枵死我就毋食。你看迄个原内底惊天动地，哦，啊你若无入原的，无入原就无咧来。天咧看咱一点心呢，哦啊无咧看咱若伤无咧看啥，看咱一点心，一点心你真正原理克有伊功能偌大，惊天动地，你的祖先就知，鬼神就知。因为我对今仔开始真正得做好，我真正要请靠啊，迄鬼神知影，上天知影呢，伊会开始做你。你有迄个心，你有善观，肯定重视。你个观拿出来，若真诶，若真正做真诚，就感动天，天会符合你。啊，咱若是讲无够，无够咧，无力，啊免咱感动上帝。所以观诶重点是一个心。为虾米咱今仔讲啊，立观、立观、立这观啊吼，啊伫啥物清考观，主要就是要互伊迄个心挂起来。若无心吼，这一切，我怕安尼若写啦，若无心，一切不算数。虾米？没有真诚，无心嘛，就无真嘛。我心也毋是真诶呢，我是应付诶你，无真诚，啊无真诚，你修诶敢有结果，无结果呢？所以咱是条台湾内底安怎讲，身心保守，保守，哎，人家是讲保守，歹势话，保守啦吼，啊当然话讲保守，不过后来咱就讲保守，咱就较哈咧吼。身心保守是心忏悔，或者是心修炼。拢咧讲即个心尔咧，啊，倒来了，人讲这两条你若做好，你就成道啊，拢一个心嘛，心心是心，其实拢是咧讲即个心。倒来了后壁八条，第一条是啥？袂使虚心假意，其实伊嘛咧讲心，你茫虚心假意咧，虚心假意就是我无心嘛，伊假到茫虚心假意，啊，我即虚心假意，你想爱修会修？所以讲若无心吼，一切就不算数。所以讲真诚，咱修诶道是真道，无迄落讲修假道会成诶。我阁毋捌听过讲吼，啊你修诶道是假诶，你会成？无可能，修假道才会成。啊，啥物叫做假道？虚心假意就是假道，虚心假意较有可能会成。就要修真道才会成。真道就是你咱诶心是真诶，咱诶心是真诶，就是咱有诚有真诚，天会感动。一切拢是你诶，所以成者自性。中国我成就自成，真正你诶成就是啥？是神哦。迄才是你真正诶成就哦。我搁互我吼讲偌济场，100场、1000场，我一点仔心得拢无，我甚至咧应付尔。我对道嘛无感受，安尼我对道嘛无道气。但是我讲100场，袂成功。真正啊，为虾米？因为我无真心，迄嘛毋是我诶成就，真正诶成就伫咱家己，家己诶啥物自心，迄叫做成就自性。你自己成就诶，就是迄点心，真诶拢无。有心诶人，伊自然就会付出。毋听着互我咧讲，我对道足拍拼，足是关心诶人，我虽然无出，我虽然无迄落去办道啊，无修道吼，我无做，但是我诶心是信，当然信毋信，天知影就对啦。看恁信到啥物程度，有心诶人伊会感动，有心诶人伊会感受。啥物叫做感动？我头拄讲的讲，你对恁爸母若足诚足友好，你会感动。你看伊遐老吼，你会毋感。你若讲迄老，逐个嘛会老，怎管他？你表你一点仔心的诚拢无。你若有诚，你会感动；有诚，你会流目屎；有诚，你搁牺牲啥，你会敢做？你看诚的力量偌大。所以讲，而且咱是条台湾内底头仔这两条，真正是互咱一大借鉴。就是讲迄个。咱来讲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就是，这叫做阿舍地，还叫舍。阿舍世王吼是佛经，这是佛经内底一个典故。阿舍世王是一个王，有一天伊就要供养佛陀，伊问边仔一个神，应该是一个神，因为这咧看这个典故，伊内底无交代过，反正边仔一个神安尼就对。讲我要供养佛陀，免怎做？
伊讲你会当点灯，哦，安那点灯对你的将来点教佛道咧说法咧真相，安尼，哦，迄路无错呢。啊，因为伊为着要供养佛道，所以讲伊就听即个神的话，所以点灯，一路好点到地顶诶，大骹小骹点到地就对。啊，有一个做善食的佛人，啊，伊就听着讲即个王大王阿舍世王要点灯供养佛道，啊，伊就做有感受诶，讲安尼利用即个机会，做难得诶机会，我嘛要来点灯，但是无钱，伊做善食就也无钱，然后伊就去街仔路同分啊，我分点2000钱。2000钱了，伊就要摕去迄个卖油诶遐要搭买1点仔油。迄个咧卖油诶讲，阿婆啊，你遮散都无人食，你这2000钱就摕去买物件，拜托摕来咧买灯要创啊货。伊讲我无简单，才会当拄着佛道，足难得诶。我要利用即个机会，咱大王真要点灯就对啦。我要利用即个机会要供养一下灯。伊受着伊诶真心诶感动大卖。但是因为2000钱买无啥，伊讲你既然遮诚心啦无安尼，我要加伊本来2000钱讲2角，迄册内底咧写2个啦，合作一盒咧读做个2角安尼。我搁加3角互你啦，安尼我5角安尼，啊5角了迄顶较会看者，无你2角定袂啥顶油，伊就足欢喜，摕去跟咱共款伫遐拜，伊拜做伙，拜做伙。那即个代志安尼过啊，因为迄点灯伊暗时点甲过工，安尼点1年就对。但是即阿婆伊就安尼想，我1把火遮细拍，油灯遮少，等下就随不欢喜啊，伊就发一个愿呢。如果我若真正会当成佛像佛道安尼就对啦，我后世若讲会当像佛道安尼成佛安尼会话遐尼大诶成就，我1把火就袂花。伊就安尼讲，我1把火就袂花就对啦，我就转去。来到过早诶时阵，过早诶时阵当然就过来。那么到天光诶时阵，佛道就叫佛莲尊者，讲天天光啊，你去内底拢看伊拢送互我，迄火对迄个大王诶厝甲迄个精舍，规大当然全部火足济，无连着一直放，因为火袂大拍，袂细拍，袂到暗时就花去你剩诶袂花诶佛见连着无连着伊来放1万送互我，我送着迄后来去拍啦安那送袂花。全部拢花我剩去拍，因为无连有神通，伊就用尽伊诶神通要大家拍火送互我，送袂花。佛道来讲，你莫用王工，你莫去送，你无可能送会花。伊就讲我听，讲1把火诶主人内底不同，因为几世以前伊就供养诸佛啦，伊诶心足真诚，伊今日咧点1把火伊是用足真诚诶心咧点诶。伊迄个真诚感动天地，伊诶法力比你诶神通较大，你送伊袂花。讲即个阿婆是。